体育松山烟厂晒水的问题，最近几摆引起大家注意。环保人士伫前面一条路装束晒走以前，看到树档太上的横点，希望保护特别是小游的绿地空间。我今天如果下来的话，这棵树一定会被教育局的官员挖掉，然后这块地就会交给财团。特别是为了替体育馆标提案，早在2003年就陆续将松山烟厂堵的水暂停移撤，同时希望最近将一啲地土交本场所，为了保护前面一条路树，环保人士伫高林白色的樟树蛋糕装的一日一夜。不过前面还是本警察的用云台插作离现场。抓下来有什么感想？我很不甘心。为了保护树的来南树的，啲台湾做嚟讲起体白看到，其实早啲1973年，就有印度的飞行家用身体来挡斬樹的，展開唔係暴力的抗爭。按20年代，南樹的源頭喺家啲世界各地看得到。在北美，还有抱树人就在树上生活了超过1年以上，所以请市政府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。我们希望就是顺利落幕，然后我们把树这个顺利的把它搬到它适合生长的地方。敦化南路係台北市有名嘅樹林大圖，提供都市人短暫與難得的舒爽感受。係讓長悠悠嘅景象，啲無田開發嘅台北，變做喺沙漠度越嚟越細嘅綠洲。呢邊喺台北市信義路，而家當地做嘅側邊嘅工廠，你再看得到當到工廠產呢出出入入。唔講可能唔啲，全台北市開始做側邊工廠以來呢，見面細隻嘅8隻人頭嘅行土樹。唔甘啲一條樹嘅難醫嘅。根據統計，這邊施工以來，細隻嘅綠樹大概21600條見死亡。根據環保團體嘅統計，從松山煙廠曬到保護國中2天體384條樹嘅度，有高達107條遭死，死亡率高達33%呢。我哋知道啊，伊咧國民嘅規劃師。建築師啊，伊係應該對一個現場非常了解，可以來人講啊，變做都講啊，唔是曬樹嘅啊，咁我其實曬樹嘅係非常貴嘅事情咯，嗰個呢，衛生公務係冇一天，像松山煙廠失敗率超過30%。最近還有另外一個爭議已久的規劃案，喺台北市政府要花6億元，將位於塘竹路順、方體19將近4公頃的台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改做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。照台北市客委會的規劃，除了將舊的建築過利用，改建築展覽的館舍，更加將大部分的馬高路、鳳毛奶餐廳、解放空間做市民更加做的自由發通的工業。它的透水率24%，只有24%是透水，其余的都是建筑物覆蓋住了。你接管以後是把那個水泥啊、鋪面啊、道路全部去掉，全部生態，透水率變成70%，所以我們是把它生態活化了。市政府想要活化生態。不過一片荒地過後，生態竟然變到當豐富嘅，甚至出現20種條嘅第二片奇跡。環保人士就說，特別是政府改建時係個冇特別注意，可能電到嘅破壞鐵一個都市度小有嘅綠地。血統生出來嘅，其他個奶油咩又出來嘅，個一個姑婆芋，姑婆芋根本就是人講雨林底度裡嘅植物。按個有個矮，比姑婆芋個矮，一層一層，你看下一層一層那樣呢，安尼有很多樹誒，下面都其他是咧形式，就像伊咧生理嘛。環保人士不按反對同樹嘅曬走，係因為樹影響嘅唔單止係公園度嘅通車物，甚至會影響到全台北市嘅生態環境。咁假使有一群條誒，
好像安尼到先机演艺片，比啊都安尼台台，好再个往比到强演公演，也还比啊新店溪身边，结果比到遐个时节落太伊啊，落太伊要变安那呀，唔系有遐得太输诶，伊就可以变伊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物的避难所。不过特别是校委会表示，未来起发通的平台，是人查普托，拿跨国平台业屯来做3天夜钓。公园度有啲位数诶，听说阿西，还有青头插垃圾诶，我做创了平台时，你讲起码一从头做我们的电通，那冇可能的事情啦，系冇？那公园有它的特定的目标嘛，那移民是2条尾巴呐，你起码那数位电通唔得，咁咪啱嘅同时啊，所以我晒得顺头去。公园度是数位最大关键，也系特别市政府最重要的政策。公改水岸全世界。橫跨雖然快速投入都成點喺河邊公園的跨國平台。2條平台啊，海平面算起來17公尺的國土啊，所以按過來說，這有一個落差。那我們用梯田的方式，我們就把它營造一個梯田茶園的意象。雖然市政府的跨國計劃普遍得到國際支持，本幾年還有機會接權河北。不過環保團體認為，用3億元做一個大平台，還唔得多做幾隻事業。3億的跨堤平台，它可以給附近許多可以過去的小的自行車的跨堤的橋，而不一定要做一個大的跨堤平台。你客家人愛上冇上都自家，市政府不要錢，鳥買小咯，鳥講話要做4條，佢可以買事情咯。佢市政府清楚錢啦，佢還有50條跨堤。一直做到設置，唔係陣到靠你北鄉嘅安尼跨堤嘅事業啊，吼，一邊係咪嗰度呢？所以我哋講一條路線啊，吼，可以唔好來經過一個公園地度裡，吼，各位改裝啊，史泰路一片，如唔是的填土啊，唔是填土路，唔是曬嘢都太疏誒。政府單位當中認為曬樹嘅冇乜關係。同時強調唔會斬樹嘅，甚至會多種幾百條樹嘅。不過環保團體還希望做啲最少嘅破壞下，打造客家工業。買看到一片的時間，我講哎呦，這不是最有我們客家的代表嘛？講我們客家人的開發的土地的地方太開得起，靠山嘛，咁嘛哈。哎呀，你係咪對起來有一些的森林的一層一層的感覺起來？我們關心的是說，怎麼樣保留現有的一些空間的好的空間的形態，好的生態的環境，然後在這個生態的基礎上去加上客家的這個意象進來，加上這個客家的精神進來。曬樹嘅爭議唔單止喺台北市出現，因為研究以來，台中市大量嘅都市計劃重劃，呢度樹嘅一點點嘅唔見體。重劃的時就是在地上物攏總遷掉啊，攏總遷掉呀。對。那樹啊加樹攏愛遷掉啊，嘿。對。你時陣敢有提出什麼看法？當時無啦，因為這個這款嚟攏保存袂掉啊，係啊。尤其是這個所在是計劃道路啊。所以我們看到所有在做都市計劃的這些政府部門或是民間的財團，都忍不住的想要說啊，這一塊所有東西通通不要，我們來重新創造，而我們創造的方式才會是最好的。從難開始，但是最後一刻都市計劃嘅開始。從最近台中市南屯運村里當地進行示範重劃，其他工廠唔但將100年歷史嘅客家貨房4米堂去拆卸，木背後珍貴100年歷史業也係被慘體嘅命運。這講是應該是100年起嚟啦，100年起嚟啦。阮阿公迄個手嘅，尾啊就是家己食袂起就摕出去賣啊。100年歷史業唔但將只係一條故事咁簡單，佢還較代表的台中市南屯地區嘅早期產業文化，也係一個加速嘅神話故事。老萬過來嚟遮耍誒，嚟遮耍大下咧啊！對，啊頭前魚啲啊，我攏話帶釣魚啊，
迄个拢倒算啊。这所在是海堤时阵较好啦，哦，快啦，对吧？较有当运动啦，毋是都市的时候，拢安尼甲坑到厝的。对在地来讲，它有一个在地文化的历史。哦，那这些老树事实上代表着这个地方的一些生活经验跟故事嘛，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留下来的话，我想对这个地方的未来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同样係南屯客家莊頭嘅水袋紀念，採用13年100元嘅募款方式，發起嘅搶救老樹嘅源頭，就算歷史書冇辦法原地保留，也做了曬到水袋莊頭。老樹能夠在原地保留。我們可以移植到一些綠地的地方，事實上並不影響這個地方的一些整體的開發，反而對這個地方能夠有文化的傳承，能夠有過去文化的面貌流傳下來，對這個地方來講是有加分的。一樣喺曬樹嘅工廠做出氣管儀器，唔但將事業最少6張以上嘅團建，保證椰水、尾皮一條專業過程，但係因為冇所謂嘅行情價，特條樹嘅移植費用從幾萬元到幾千萬元每一天。出来小根更多的话，就是要让它存活率就越高。像现在这个根已经出来了，存活率已经蛮高的，但是越多的话越好。如果你觉得很麻烦，你会找更多的理由来圆你不想做的这个理由。以这个原本我们预估说各个。透过志工的参与，可能以这3棵老树可能6到8万，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支出不包含志工的成本，就是整个实际要开发，可能1棵树不到1万块。有人好我接手落去哦，才好诶。我已經接手20年啊，20年啊。别人搁接手，昆人調查調以來，老主任面向看以來係當唔判的。不過停調查變下來，李子樹嘅新主任實係非常嘅歡喜，歡迎嘅新成員。去这边较水啊，你也要去这边较水。要较正。那来我先吞者。还有去到过，莫去到过啦。去到这边。若过好来，大家讲这水过好，阮倒就小点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也大乡市要找像这款的少啦，足少。拢全了拢老厝无落路尔，要哪有这款场所？我们希望就是说，创造树林的整个开发概念，是不是整个开发的脚步能够稍微停缓一下？也疼惜这一块土地，毕竟你人跟土地一直在疏离中。当年都係3月生日植樹節，從總統到民間，常常用種樹嘅合同來表示愛護地球。不過奇怪係，只有1年，也在想到樹嘅重要。就是我們一方面去鏟除城市裡面已經存在的既有的這些大樹也好，這些花木綠地也好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就用那種小小的補償，讓人們去。還是在人們可控之下，你有拿到樹苗，所以你可以控制它在哪裡成長，卻不去尊重它原本就已經存在的地方了。如果連最單單的一個樹，它都沒有辦法棲息、永續的狀況下，你怎麼期待這塊土地能夠孕育更多的活力？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基本的疼惜這塊土地的一個基本的做法。一條樹係開定一個文化故事，一條樹嘅生命係規則生態嘅指標。開發總有無奈何一面，不過對樹嘅，聽說喺目前嘅先暫停，也細停個種係，咁無撇嘅選擇。就係講係按硬件嘅用產品嘅開發方式，無停嘅影響生態。大地方嘅綠寶石，減下會有營業，無暗光嘅光芒嘅。